安置觀塘重建區小販嘅裕民市集，開業4年冇乜人嚟，刺激人流嘅牛記辦館試驗計劃喺今年8月展開。不過生意未有顯著嘅改善，有學者建議善用空間，定期舉辦主題墟市，以吸引多啲人嚟。黃海彤報導。每逢週末，觀塘裕民坊商場內人頭湧湧，而相隔一層，位於地庫嘅裕民市集就只有零星顧客，大部分店鋪亦都落閘閉門，一片冷清。受2020年觀塘區重建影響，唔少昔日喺物華街、協和街同其他觀塘區內經營嘅持牌小販獲遷至到呢度，由食環署管轄。當中包括老四同標叔，佢哋直言生意大大減少，因為唔捨得街坊，先繼續勉強營運。變化好大嘅，由初係喺物華街嗰陣時，到而家嘅話呢，做翻一成生意到啦。一個好似唔憤氣咁樣，或者係一個好似唔捨得呢個場嘅隔離左右嘅朋友幾廿年啦。咁你喺個地底度，始終嗰個分別都好大嘅。我哋做呢啲所謂啲小生意啦，即係其實都係一啲街邊仔出身。咁我哋同啲街坊一齊起好多啊，都係40-50年以上。咁而家唔係翻嚟揾錢嘅，翻嚟即係留翻少少人情味咧。為咗刺激市集人流，由非牟利組織同學校合作嘅試驗計劃牛記辦館喺今年8月展開，以臨時小販嘅形式營運市集內嘅空置攤位，但似乎亦無補於事。有議員認為市集位處偏僻，需要轉變營運模式，增加貨品選擇。我記得我細個嗰陣時都曾經好幾個暑假都住喺觀塘我姨媽嗰度，咁都去過老嘅舊裕民坊嗰度掃街，我哋叫做咁，其實都非常之人流旺盛嘅，即係希望都做到多元化少少嘅，即係會唔會能夠結合到一啲又有年青人嘅創作啦，亦都有啲文青少少嘅咖啡店啦，咁如果啲拆牆鬆綁嘅工作係可以考慮去做。亦有學者指出，可以給予商戶更多支持，包括同樓上商場協作推出購物優惠，引領人流至市集消費。佢除咗可以處理到日常生活所需喺嗰個裕民市集裏邊咧，其實咧我哋細緻會觀察到嗰度建立咗好多街坊同埋檔戶嘅一啲關係。呢個將佢哋由一個地面搬入一個商場，一個咁大嘅轉變，嗰度可能要需要俾一啲檔戶更多嘅支持啊，或者令佢哋適應一個更加一個新嘅喺商場營運嘅商業環境嚇。學者亦都建議，署方應該善用地面嘅公共空間，舉辦唔同主題嘅墟市，吸引人流，再將人流引入地庫嘅市集。廣播新聞網記者黃海彤報導。